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敬拜我们的这位最高的神。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一年的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就将这一切的荣耀、尊贵、颂赞、全能都归给我们的上帝。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这一位尊贵的主。让我们来到上帝的殿中，将我们的心交在上帝的手中。让我们在这边跟主有美好的立约，有美好的团契，有美好的这样的连结。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预备心为今天早上的崇拜来献上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从岁首到年终，你都这样的看顾，让我们在2026年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将我们的心献上，当作活祭，成为圣洁，成为上帝你所喜悦的。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所献上的，无论是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敬拜、我们真诚的心，或是我们卑微的一个渺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行为，或者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服事，愿你都悦纳，带领我们在今天早上蒙你的喜悦，讨你的喜欢，透过今天早上的崇拜，将荣耀归给你。愿你施恩带领，也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百姓蒙恩，让我们在这一年开始就得恩蒙福，能够在这一年当中看见上帝的恩手亲自的引领。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上帝，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天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在这美好新一年度2026重新开始再出发的第一个主日，让我们聚集在殿中敬拜赞美你，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和过犯，也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心，清洁我们的灵。你的恩典慈爱，让我们困难中有力量，在迷茫中有指引。我们特别为今日的立约及圣餐主日礼拜交托在你手中，愿你圣灵充满，感动每一个人心，让我们祷告中得力量，敬拜中得平安，分享中得激励。愿你的名为圣，诸天彰显你的荣耀，全地述说你的伟大。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用诗歌赞美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所唱的曲目是《荣耀归于最高神》，在新灵粮诗选第一首。如果您身体许可的话，请弟兄姐妹起立。站立，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荣耀颂。请坐。齐应文，现在我们要以齐应的方式一起来诵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到第10节，在我们教会圣经新约的120页，也可以看投影片诗会跟会众的齐应和部分。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一起来。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公祷，我们同心来为以下公众事务来祷告。首先，我们要为中南美洲的国家盖亚那来祷告，愿基督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来祷告。我们也要为台湾卫理公会中部教区太平幸福布道所林玉恩传道来祷告，愿他的教会奉献充足，在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合一，身心健康来祷告。2026年新年开始，我们要为台湾百姓能够大得平安，国家社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来祷告。学校即将进入期末，我们也为学生能在寒假期间有很好的时间安排来祷告。最后，我们以主教导我们的主导人同声来祷告，请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请苏秉存弟兄来诵读今天的圣道经课。平安。本周第一经课于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24章3至11节，教会圣经第79页。出埃及记第24章3至11节，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3节起。
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和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支柱，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上帝，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上帝并不伸手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上帝，他们又吃又喝。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于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2章1至2节，教会圣经第175页，新约罗马书第12章1至2节。第1节起，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上是神的话。谢谢品存弟兄读经，请听上帝的话，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到34节，在我们教会圣经旧约878页，由诗位来朗诵。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以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献诗班献诗，今天所献的曲目是我服侍你，在新灵粮诗选556首。
谢谢诗班，愿荣美的诗歌献给在天上的父。立约，以下时间由本堂陈牧师来为我们进行立约礼拜，我们请陈牧师。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个礼拜天，所以我们在我们卫理会的往例里面，我们的第一个礼拜天就是我们的立约礼拜。那当然，我们要开始这个立约礼拜以前，要先跟大家做一些的说明。我们的立约并不是要你发毒誓或者是要你这个说一些这个叫做这个如果没有按照这个话的话会怎么样啊？不是，那个立约是什么意思？那个立约是跟上帝立一个盟约。所谓的盟约的意思就是，虽然我们不一定做得到，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那么好，虽然我们可能也许达不到那个标准跟要求，但是这一位上帝，这一位主，他没有放弃我们，他仍然履行他的约定。各位，我们在古代的时候有所谓叫做歃血为盟，虽然我们不用歃血了你不用流血，但是那个已经有人帮你流血了，就是耶稣。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教会，能够来就任，能够来就职，能够来参与这样的立约，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但是牧师要先说明，这些人他们只是代表，不是表示只有他们立约，是我们也是要立约。我们看到他们的立约，也代表我们的立约，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一个领袖，或者是教会里面的这些的资深的同工，或者是他们愿意服侍的。所以不是只有他们，而是我们都需要这样的立约。那开始前要先跟大家来来介绍几位，这几位他们虽然是今天不是他们的立约，但是他们曾经立约过。他们每一位都是曾经在3年前，他们就已经立约要能够成为教会的执事，来服侍我们弟兄姐妹。也许他不是像牧师这样穿着牧师袍，穿着那个特别的衣服要上台上，他们也许在台下，但是他们在台下的服事远胜过在台上的服事。我们要请这几位的卸任的执事来到台前来，我们要请我们的俊奎弟兄还有我们的德强执事还有我们的世文兄世文兄如果没有来的话，那就请那个文曲哥来代理好了，还有我们的红林，这个特要介绍，这个是隐藏版的，我们的隐藏版执事好，来，请转过来请转过来。好，各位这是今年应该是去年底要卸任的执事他们已经完成3年的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右手边这是俊奎弟兄俊奎弟兄他是我们的去年的执事会主席。好，那这个代理的这个世文兄呢，他是我们的社官的执事，那由我们的文曲也是今年的执事主席来代理。好，那我们刚刚讲的隐藏版的就是我们的红林姐妹我们的红林姐妹是我们的大掌柜，在教会里面帮我们负责这个财务的部分好，然后要特别慎重的介绍这位最左边的这一位这个德强执事，他一人兼2职一个人兼2职，崇拜执事还有教育执事。所以去年你会看到他一直在带着儿童主日学，而且也一直都在崇拜的这个服事当中，包括圣诞节的服事都是由他来操守，还有60周年都是由他来操守。所以相当的辛苦，这几位执事他们都在暗中默默的侍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事不一定要公开让很多人知道，但是暗中的服事，上帝必然报答。所以我们要为这几位卸任的执事来向上帝献上感恩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这几位要卸任的执事向你献上感恩，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在完成事工之后，他们能够稍作休息，能够在他们的生活跟生命当中更多展现上帝的恩典跟荣耀，使他们的生活合乎主你的喜悦，让众人看见他们即使无论在线上或者是在下线之后，他们仍然继续的来服侍主，用心来侍奉，
愿你施恩来带领，让我们的这几位执事能够成为我们的众弟兄姐妹的表率。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所以教会要致赠我们的这几位卸任的执事一些礼物哈。好，那我们为这个俊奎执事哈，谢谢。好，然后世文，因为他今天因为他是这个在工作没有办法赶来，那我们就请这个区文曲执事来代理好，然后我们的代理的财务主席他帮我们代理了1年，真的是不容易我们为代理执事来祷告。好，最后我们的德强执事好，谢谢。好，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他们再一次谢谢他们，谢谢。好，那各位，我们还是要为大家来介绍我们今年要就任的执事。各位知道教会里面不能没有执事，为什么？因为执事是仆人的角色，仆人侍奉的一个角色。所以虽然他们不是好像看起来是在台上的，刚提到不一定他们要上台讲道，不一定他们会去私会，不一定他们会去在明显的地方服侍，但是各位，我们的教会可以运作如常，都是这几位执事他们要能够来参与这些的侍奉。所以我要请我们今年的执事，我们的执事同工，请你们到台前来，我们要为各位来举行这样的一个立约的这样的仪式请我们的今年的执事，邀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我们的曲哥文曲弟兄，好，还有清和弟兄我们的产业管理，还有雅音姐妹还有天一弟兄、建营，还有义兰好，来先转过来，好，各位要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这几位的今年的新任的执事我们的文曲弟兄，他今年担纲的角色是做牧官因为他觉得这个牧师跟办公室都需要照顾所以他愿意这样来服侍这个部门。然后我们第二位这位清和弟兄他现在是今年来担任我们的这个产业的执事所以有各方面的产业的部分，包括这个教室的分配安排，或是需要采购一些什么样的物品维修，都是由我们的这个产业执事来负责的。好，那我们中间这位是我们的义兰姐妹各位也知道她其实也是身兼2职要教育跟社官，所以弟兄姐妹们虽然是执事来做主导，但是希望我们的执事邀约的时候，请大家要接受他们的邀约来服侍，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做完全部的事情，需要弟兄姐妹们的协助好，那我们的建营执事也是身兼2职包括布道跟这个基督化家庭，所以我们的小组还有我们的会有关怀，都是由我们的建营执事来负责的。好，那我们的天一弟兄，这个大家很熟悉的他是在这个崇拜的部门，他的这个音乐的服事相当多。那我们今年就是由天一执事来做这个今年的服事。那我们的新任的雅音执事，这个是相当不容易他的这个学历能力各方面都很好，而且当这个我们的提名委员在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愿意所以也许我们不一定叫做很专业，但是我们能够有愿意的心，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开始。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透过我们的一个意愿，能够来服侍上帝。好，那请你们转过来好，因为我们要先在上帝面前立约，然后再来侍奉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些我们的执事们要来你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要来立这样的一个约好，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奉主的名，要为我们教会的新当选的执事，还有这些部门列位的同工，我们要举行就职礼。上帝所拣选的，上帝必赐福使用，使他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
对本堂的圣工有许多的贡献，所以我们要来请他们在上帝面前来准备就职。好，我们先一起请我们所有的执事们，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就职祷文啊，我们一起来念经。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天父上帝，今天你卑微的仆人们一起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靠赖主的恩典，蒙你拣选，被你使用。我们自己深感不配，唯求主怜悯，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又求主厚赐智慧与聪明，使我们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在凡事上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以做你忠心的好管家，在神家境中凡事讨你的喜悦。这都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为什么牧师要跟着一起念？因为牧师也是执事会的一员啊，所以我们的执事总共有7位。好，所以我们要带我们的执事们要来问这些的问题。各位主内的亲爱同工，你们既然蒙拣选，在本教会的圣工上尽你执事的本分，我现在就在上帝的面前，也在会众面前问你们几个问题，请你们以庄重敬虔的心来回答我。你们是否愿意把自己的聪明、智慧、才华、时间，以至金钱，都重新奉献给主，分别为圣，由主管理，归主所用，做他忠心的好管家？你们是否愿意在生活上敬虔度日，并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与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太好了啊！好，我们问第3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在信仰上尊基督为主，在心智上做众人的仆人，殷勤而又谦卑，辛劳但满有喜乐，在神家境中侍奉，同心合意，兴旺主的福音？好，那我们请听圣经上的话。教会的领袖、助手也必须有好品格，他们必须说话诚实，不酗酒，不贪财，应该清白的良知，持守信仰上的奥秘真理。他们应该先受考验，没有问题才可以担任职务。女助手也得有好品性，不能说闲话，要端庄，事事都要诚实可靠。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几位执事都经过考核过，他们真的能够符合我们这些的在圣经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就为他们来祝福，让他们能够来就任我们今年的执事。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愿上帝赐你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永远幸福，敬爱上帝和他的圣子，我主耶稣基督。又愿圣父、圣子、圣灵3位一体的主常与你们同在。阿们。好，来，我们转过来啊。好，我们拍手来欢迎我们今年的新任执事啊。好，然后我们的现任执事呢，教会也是有送礼物的。好，希望他们能够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礼物，也接受这样的一个嘱托啊。好，我们请我们的文曲执事。他是今年的主席啊，各位如果有各方面的问题可以来请教啊。好，还有我们的清和执事，谢谢。好，还有我们的易兰执事啊，谢谢。好，我们的建营执事，好，我们的天一执事。谢谢。好，我们再次的拍手来欢迎他们啊！好，谢谢，请回座，谢谢。好，各位，其实当执事不容易啊，因为我们的提名委员每一年都要烧脑，为什么？因为都要寻找合适的同工来担任教会的执事。那请弟兄姐妹真的不要害怕，我们的执事们他们只有一个拱大。
听得懂意思吗？台语堂应该听得懂了啊。广大是什么？就是我管你的，我愿意就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学习的能力在后面，但是我们愿意才是在前面的。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被他用。当然，我们要符合那个条件啊。在教会里面的话，70%的出席率，还有11%的奉献，这个是基本的执事的一个要求。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也为这些执事们祷告，让他们成为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表率啊。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为下一组要立约的同工来为他们来举行立约。我们要请小组长、号角队的组长、敬拜团的组长，请你们到台前来啊。各小组的小组长，请你们到台前来，还有敬拜团敬拜团的团长，还有我们的号角队的我们的号角队的组长，也到台前来啊。好，各位要跟大家来介绍我们这几位小组长，还有敬拜团的团员，还有我们的号角队的这个队长啊。好，来，请过来一点点让大家能够看得到你们啊。好，在我的最右手边这一位是蒋继庆姐妹啊，她是我们的松柏团契的松柏小组的这个小组长，今年的小组长。好，这个松柏要支持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和睦小组，礼拜二晚上的和睦小组。那因为这个伟翔他现在人在香港，所以没有办法回来，但是副组长来代理副组长来代理我们的鼎哥我们的赵鼎兄。好，然后我们的早上各位听到那个号角声，对不对？我们的号角队每个月都要出来服侍一次我们的号角队的组长就是我们的郑华姐妹郑华姐妹。好，礼拜六的下午的时间有2个小组一个是这个叫做我们的平安小组另外一个就是温柔小组。所以礼拜六来参加的都是又平安又温柔好不好？但是他们都隔周了那我们的平安小组是我们的紫云姐，她是我们的平安小组的组长好，那温柔小组就是目前是由我的师母来站代，但是我们期待今年我们的温柔可以选出一位温柔的小组长能够让我们的温柔的小组长可以来代理我们的温柔好，我们的社青的这个小组长就是我们的明策弟兄他是我们的一个很棒的弟兄，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那特别其实他自己在军中服侍的但是他又能够来服务，所以他是一个愿意把自己献给主的人。他有说他将来以后希望被主使用，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他祷告好，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景明他一直都是在带我们当中的学青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学青各位的年轻孩子国高中生、大学生不容易他们都需要有一个辅导来带领。那我们的景明他已经投入相当多的时间请弟兄姐妹也常常为他祷告，并且支持他，在他需要的时候也请来帮助让我们的景明他还有我们的辉真传道，现在目前也是我们的学青的辅导。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多帮助我们的教会的青年，让他们能够勇敢站立，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为主做见证我们的景明弟兄。好，最后这一位千万不要小看他是牧师嘛他是新任的牧师嘛我们的这个恒爱姐妹了在我们的恩慈小组恩慈小组。好，所以我们来举手能够当小组长都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为他们来举行这样的一个立约好，来，请你们转过来各个小组虽然是你们的组长立约，但是请你们要记得，你们也是一起立约的好，我们请听圣经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站在上帝面前，这些人都是要答应他的选召，
来担任我们教会里各团契小组带领的服事。他们既以虔诚的心将自己奉献给上帝，担任小组长一职，我们就当热诚的支持他们，替他们代祷，求上帝感动他们，使他们诚心奉献自己，以喜乐和感恩的心带领团契小组归荣耀与上帝的圣名。你们都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赎来的，要在你们的身子上和灵魂生活与工作上来荣耀上帝，荣耀天父上帝。你们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而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也当求那后嗣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使你们在团契小组服事的侍奉上，满有他的智慧与喜悦，多结善果。我们一起来同声，小组长，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请。永生的天父，你呼召我们侍奉你，也应许给我们恩惠和力量，使我们能成全你的旨意。求你在我们奉献自己做小组长服事的时候，看顾我们，使我们更明白和更羡慕你的真道，以致促进你天国的事工，归荣耀于你的圣名。这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小组长已经立约完，我们请转过来我们拍手欢迎他们进入服事，进入到各个小组侍奉那请各个小组的组员多多的支持我们的小组长好，谢谢，请回座，谢谢。好，接下来这一组是我们的教育部的重要的这个支柱我们有成组跟儿组的老师。好，那我知道有一些老师，像儿组老师，现在还有在这个上课，那我们就请现在可以方便的到台前来立约的儿组老师跟成组老师成组老师也是，就是我们的成组老师，你方便的可以到台前的，那就请你能够来到台前，我们一起来接受这个我们的成组跟儿组的立约。好，儿组跟成组的老师们林老师，林老师儿组老师，对，请儿组的老师好，各位，我们台前上面这么多位老师他们真的是相当不容易，他们要付出时间，付出他们的精神、智慧、体力，能够来教导弟兄姐妹对于圣经，还有对于教会的一些的音乐或是历史文化，他们来做一些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这成人主日学的老师跟儿组老师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为这些教导者祷告，让他们能够来服侍我们的俊奎弟兄也是在我们的儿组里面的服侍，他是负责高年级的这样的一个服侍我常常去一些高年级的班上，看到他在教导孩子们怎么样去实作所以那个才是最不容易的。灌知识可以，但是要实作是困难的。求主给我们能够有实作的这样的精神还有我们的周老师，也是我们的成组的老师他特别去年教导这个我们的这个叫做基要真理的部分好，那各位我们的指挥，我们的如君姐，她除了在诗班指挥以外，也参与一些的服事，在成人主日学里面，包括音乐的侍奉上面，还有去年也参加这个历史课的教导好，那我们的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历史老师我们的鼎哥，这个我们的教会历史的权威他是非常愿意去那个在进修这个部分好，那我们的成组的校长就是我们的这个邵文兄他是我们的成组的校长，每一个学期都要安排这些的课程来帮大家，让大家可以能够来认识这个怎么样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教育
还有我们的去年也多了一班我们的约翰福音，我们的林老师亲自下来担纲啊，所以我们的林老师也是我们去年的成组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天一兄哈，他也是在不止在小乐团的侍奉，他也在我们的成组里面也教导音乐的服事啊。那还有我们的怀宇兄哈，他也是配合我们的周老师能够一起。好，那我们这一边各位看到的这几位，各位你们的孩子送到2楼去的时候，就是这几位的这个同工，他们来帮忙跟协助啊。那我们的这几位都是我们的老师哈，好像这个宝华，还有我们的秀薇姐哈，还有我们的这个红玲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静心还有静环啊，还有我们的德强。那校长就是我们的淑仪啊，好，还有我们的一涵啊，都是我们的儿组的老师。好，那我们就要来为他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立约的仪式啊，请我们转过来。好，请听圣经的话哈。你们不都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赎来的，所以要在你们属上帝的身子与灵魂、生活与工作上荣耀天父上帝。你们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也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使你们在主日学工作的侍奉上，满有他的智慧与喜悦，多结善果。好，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祷文。永生的天父，你呼召我们侍奉你，也应许给我们恩惠和力量，使我们能成全你的旨意。求你在我们奉献自己做主日学工作的时候，看顾我们，使我们更明白和更羡慕你的真道，以致促进你天国的事工，归荣耀于你的圣名。这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立约，请转过来啊。好，我们拍手来欢迎我们的成主老师跟儿主老师进入我们的侍奉啊。好，谢谢谢谢，好，请回座啊。好，最后这一组呢，刚刚也讲了是代表，但是不是所有的这些的音乐服饰我们都有办法能够全部都到台前来立约了啊，所以这一群我们的每一个礼拜的服饰的这些诗班的同工，还有包括我们的司琴的这个同工，他们都是我们的很好的这样音乐服饰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请对各位还知道我们有后制知道吗？我们的这个音控、场控、音控也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算是我们的这一趴的这个要立约的，所以如果你是音控的，请你就直接在台上站立啊，然后如果是司琴的同工，也请你在你的位置上直接站立。我们请诗班的我们的班员，我们一起预备来立约啊。好，诗班班员，我们一样，我们请听圣经的话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赞美感谢上帝，为我们中间有人献上自己，作为诗班的一员。诗班的职责乃是在人间以美好的声音欢喜赞美上帝，也领导会众唱诗赞美上帝。现在他们已经在各位面前，我们要以感谢快乐的心来欢迎他们，也要为他们举行这一隆重的受职典礼。好，我要跟你们问这几个问题：你们愿意成为本诗班的一员吗？我愿意。你愿意遵守诗班的规则，殷勤练习，谦卑侍奉，热情唱诗赞美上帝吗？感谢主，我愿意。好，太好了啊！你愿意在上帝的圣殿中尽侍奉的本分，同时也寻求灵性的长进，使你能更好的服侍上帝吗？你愿意生活圣洁，竭力追求完全，使你的一言一行都与圣诗班员的身份相称吗？好，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诚心欢迎你们投入诗班的侍奉，
也以你们歌唱的恩赐为荣，并深信你们口中所唱的，必是你们心中所信的；你们心中所信的，必是你生活所行的。求天父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今生与来世歌颂他，荣耀他。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愿主赐福给你们，保护你们。愿主用他的脸光照你们，赐恩给你们。愿主向你们扬脸，愿你们平安。阿们。好，我们来拍手欢迎我们的诗班的班员的立约啊。好，刚刚提到了诗班班员是带领弟兄姐妹来唱诗，所以不是只有他们唱哦，所以他们献诗是带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唱的。所以请弟兄姐妹要记得，崇拜的时候，当他们在唱的时候，我们除了用心聆听，我们也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来敬拜啊！上帝祝福他们。好，我们再一次的拍手欢迎他们啊！好，谢谢。我们就今天这个立约在这边哈。接着我们正道，接着我们还是请我们的陈牧师为我们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重新开始再出发。好，谢谢。这个坐下去还没热就要上来了啊！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很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2026年的第一个礼拜天。好，那当然前面刚刚已经铺陈有这么多的立约，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立约不是只有这些人，他们是代表。那真正要立约的是我们自己，要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立约哈。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重新开始再出发啊。咱当中有台语堂的兄弟姊妹哈，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虽然一起在这个3楼的大堂一起聚会。我们当中也有台语堂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聚会，所以我们教会是一体的。无论我们是用这个华语或是用台语来参与聚会，我们都一起来敬拜上帝。2026年我们重新开始再出发，咱重新再开始，重新再出发，愿上帝来帮助咱，让咱会当来更加明白了解上帝的话，来行在上帝的路里面。那开始前，先跟大家来问几个问题了啊。这个我不晓得台语堂的弟兄姐妹能不能够知道啊？我们的华语堂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念得出来这个是什么样的意思啊？华语念起来怪怪的，对不对？脚手无喉，马甲什么爱蛋啊？夸马加蛋，好，加蛋给我扣哈，好，来，各位有没有谁可以正解？好，来试一下，来，太好了，所以其实台语很好玩的，虽然。其实台语没有所谓的字那个是照那个音，照那个字来发音，但是其实是很好玩的。但是其实台语是很有趣的啊。卡手无够，要吃爱蛋，看要吃蛋，还是要留电话等通知啊？好，所以求主帮助了哈，让我们可以学习知道怎么样来用我们的语言是沟通的工具嘛求主给我们有很好的沟通。所以不论我们在华语或是在台语堂，我们都能够用不同的话语一起来敬拜上帝愿上帝来带领咱这回来敬拜上帝好，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今天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其实我们现在冬天其实很多人心里面常常会有所谓的叫做冬季的忧郁。今天早上我看了一篇这个报道，也是说冬季容易让人忧郁。好，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应当是有喜乐的，不是只有快乐，而是有喜乐。那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快乐或是喜乐的习惯
那这是一个我看到有一个图蛮好的一个说明。他说什么？第一个，他说少说话。这里少说话不是说叫我们不要讲话，不是，是少说抱怨的话。当你能够常常说感谢和赞美的时候，少说这些负面的不好的话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快乐。还有他说不炫耀，还有帮助弱势多欢笑还有无视胡言乱语，别人讲什么不要去听他不要去听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好。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每天学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能够有这样的快乐。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是学习的，每一天我们都在读圣经，每一天我们都在祷告，每一天我们跟上帝亲近，都在这个快乐的范围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快乐的心在我们的里面。特别里面他说无视胡言乱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会听到很多的一些负面的话，或是你会听到很多的一些的人家讲的攻击你的言辞，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无视于这些，让我们定睛在上帝。无视于这些，就是我们定睛在上帝，就无视于这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这样的喜乐跟快乐，不要因为冬天的关系，让我们变成忧郁，变成愁烦，变成有在这个我们的情绪上面受到影响好，那跟大家解释我们的卫理会的每年的第一个礼拜叫做历月礼拜历月礼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最早的记录是在1755年的时候270年前270年前8月11日你看连日期都有卫斯理讲了一篇完全的实践做正道，那这个是在寻道卫理会里面第一次的正式的历约礼拜。好，那崇拜中心是重点在历约祷文，要求人们要委身于上帝。好，所以那个历约礼拜当时不是只有叫做我们刚刚看到的诗班或者是这个执事或小组长、成主老师、儿主老师，不是只有这个，是全体的，是全体跟上帝的立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常常讲约，你看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什么？旧约跟新约，对不对？好，我们常常讲约，但是我们却对约是很陌生的。各位知道约的原意是什么？约的原意是切开的意思。切开之后，动物被切开之后一定会流血。好，所以刚刚前面有提到那个叫做盟约，盟约是要流血的。好，所以各位知道，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其实上帝要求亚伯拉罕要宰一些的牲畜，把它剖成2半，然后在路上面流血在那个道路上。好，所以各位也给大家科普一件事情，各位知道结婚典礼的时候为什么是红毯？不是蓝色的，不是黑色的，为什么是红毯？知道吗？那是约所以那个叫盟约，知道吗？所以要结婚的人今年要结婚的赶快跟牧师报名好，但是你要走红毯的时候要记得那个是流血那是流血，意思就是不能被约的。好，但是这个约包含什么？上帝跟人的约不是叫做你要付出什么我付出什么而已。如果只有这样的话，那我们大概都做不到。所以盟约的意思是什么？盟约的意思就是虽然你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我仍然要履行，我仍然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虽然你不当做得到，但是我有愿爱按呢来做，我有愿爱呢用好来对待你，这个才叫做盟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我们在婚礼的当中，牧师常常会问嘛无论贫穷富足或是那个健康或疾病对不对？如果是叫做要付出相对的话，你要健康我才爱你你要美貌我才爱你像我跟我们家太太今年结婚第20年了，我们已经破20年了，也不容易但是呢，在这20年当中，真的你要能够撑住这个20年的婚姻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需要每一天要去重新的认识这个人，要去重新的了解他，要去重新的也了解自己。所以其实婚姻当中是2个人彼此的一个互动，跟彼此的一个学习跟成长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学习。所以包括婚姻的约也是这样，今天也许我的太太不一定能够做得到，但是我仍然要去爱她。也许她不一定像过去20年前那样，我也不是像20年前那个年轻小伙子已经没有肌肉了，都只有肥肉了但是我的太太还是要爱我的好，所以这个叫立约。
好，所以我们叫立约的群体。立约的群体是我们跟上帝的一个立约，表达我们愿意遵守上帝的话。上帝也透过我们的立约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是叫做立约的群体。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卫理公会最特别的地方。我们在卫理公会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叫做内循灵命深度，外展侍奉跟服务。意思就是我们有内跟外的，那有个人的，有公众的。好，这个十字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的实作。基督徒我们不是只有读圣经而已。今年我们特别提到，我们的教会的目标就是研读圣经，然后活出真道。所以你怎么样活出那个真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啊，有对内跟对外的，就是个人跟公众的。好，然后有怜悯的事工跟敬虔的事工。所谓敬虔的事工就是敬拜上帝的，怜悯的事工就是服务人的。好，所以如果是你个人的话，各位可以看你的这个图上面啊，个人的部分，当你这个所谓的叫敬虔的事工，就是每一天你的灵修的生活，每一天你的读圣经祷告，就是你的灵修生活，你的敬虔的事工，你怎么样跟上帝接近？那对于叫做关心人的部分啊，关心人的部分叫做怜悯的事工。当你看到有人没有便当吃的时候，你能够买一个便当给他吃；当你看到有人需要的时候，能够在他的需要上给他帮助。有这个妈妈，她可能这个没有时间来处理家务的时候，我帮她带孩子，让她可以处理家务或是喘息，这个叫做关怀。所以个人的部分，你可以每一天有灵修的时间，每一天你可以有一个关心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公众的部分是什么？公众的部分就是我们集体的，像我们早上一起做礼拜，这个叫做崇拜。所以公众的敬虔的事工叫做什么？就是崇拜的事工。所以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的。好，那另外就是怎么样去做社会的关怀跟怜悯。像我们有时候会去为比如说像去年我们花莲有这个灾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捐款出去，或是我们能够亲自到那边去做服事，这个是叫做公共层面的怜悯的事工。所以社会公益，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去能够了解的。好，还有崇拜的部分。所以期待弟兄姐妹，我上面都有写一个例子所以例子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照这样做，不是只有这样，就是我们在崇拜当中你会看到些什么，你需要在那个地方能够参与些什么。当我们崇拜的时候，请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这个叫做好像这个随便去对待的，不迟到准时是一个基本的开始。所以期待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做礼拜的时候都是准时的。然后如果我们能够对社会，能够对国家或是对我们的土地有帮助，让我们开始减少垃圾的这个丢弃，或者是我们更多的来减少那个塑胶的使用。经常我出去买便当的时候，我都会去拿我的家的便当盒出去买那当然可能我们现在的人还是不太习惯，都希望便利的。有一次我去拿便当盒去外面买便当的时候，那个店家看到我的便当的时候，他说：“这我不要赢呢。”他说他不会装，因为他不晓得要放多少东西在里面。所以，但是其实我们需要营造那个习惯，减少塑胶的使用，减少这些破坏环境的东西，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好的管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做管家，一个好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成为上帝的好管家来管理。好，所以期待我们这4个层面，我们在今年都能够继续的来参与在这个当中好，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应当是圣洁的，应该来到上帝面前，应该是圣洁。但是我们没有，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包括牧师都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因为我们其实是达不到上帝的目标的。所以有人会问牧师说：“牧师，每一年我们都立约可是我每一年也许都达不到目标，我做不到这些事情。”但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上帝还是仍然爱我们，上帝还是爱我们，让我们往这个方向来走，往这个方向来行。好，所以各位，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这个人叫做耶利米。耶利米先知，他是以色列的一个先知，是旧约里面的一个先知，但是他很可惜，是因为他的国家在那个时候已经灭亡了。
那灭亡的原因，当然各位可以看耶利米书里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圣经的历史啊。所以各位如果要上这个城主的这个圣经历史，也可以来上课啊。耶利米这个先知，他刚好是在犹大国的一个先知，他是祭司的家庭。但是各位知道他为什么叫泪眼先知？因为他常常要哭。这个常常哭泣的先知，为什么他要常常哭？因为他看得到这些事情，但是他无力去挽回。有听过有一句成语叫做“孤城无力可回天”，对不对？哎呀，各位，我们除了读圣经，也要读一点成语，好吗？啊，孤城无力可回天了。好，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这个国家救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仪式一样照做。各位知道旧约里面，除了这个国家被灭的时候，其实每一年这个圣殿里面的仪式还是照做的啊。这个该杀牛杀牛，杀羊杀羊，这些都全部都做。但是为什么上帝仍然不喜悦？好，无知的敬拜从来无法使上帝喜悦啊，所以敬拜必须根基于对上帝的真正的认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以为上帝要牛，上帝要羊，上帝要我的奉献，上帝要我参与服事，只有这样而已吗？其实并不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先知他怎么样来告诉以色列民，上帝要跟他们立的新约。我们来看一下31节，我们一起来念31节，一起念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好，各位就知道旧约是怎么来的了，因为有这一句话，有没有？他说要另立新的约，那所以在这个约以前的那个叫做旧约。好，那旧约从哪边开始？旧约就是摩西领受十诫之后，从这个西乃山那个叫做旧约。但是耶利米说，他说上帝要跟以色列家还有犹大家要另立新约。这个背景是耶利米已经看到国家的这个败亡，但是上帝要再恢复他们，再恢复的时候，上帝要给我们立一个新的约，所以那个再恢复的新的开始就是这个意思，新的约。所以这个新的立约表示跟过去不一样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礼拜天来教会里面，我们仰望着十字架，我们的礼拜堂也很漂亮，我们的这个礼拜堂才10年左右的时间嘛啊，当然我们不算是很年轻的礼拜堂，但是还算可以。但是十字架难道只是一个叫象征性的或者是它的摆设而已吗？十字架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如果你看十字架只是我来崇拜我知道我是基督徒，我挂个十字架，牧师也挂个十字架，我挂个十字架，这样就表示我是基督徒吗？不是，十字架代表我们看到了耶稣，看到耶稣为我们的舍身。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里面它怎么样的内容。3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2节，一起念来。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说这些人他们背约了，所以上帝说什么？他说我是他们的丈夫，他们背我的约，但是呢，我不要再像过去那个是拉着他的手来立约的，他要立一个新的约。各位，这个山就是有人认为它就是西乃山啊。好，所以西乃山之约在当时已经变成一个形式了。上帝的约已经变成我来遵守上帝的约，只是为了来到上帝面前献祭仪式该跑的跑，该做的做，但是已经没有心了，不是真正的愿意来侍奉的，是因为没办法，我是基督徒，没办法，我是以色列人，所以我要来敬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成为属肉体的基督徒，好像来打卡一样所以不要只是追求这些名利财富，或是上教会来教功课的，不是的，不是的。来教会里面是我们应该来到上帝面前谦卑我们自己，领受上帝的话。昨天有一位姐妹她小组完聚会要回去的时候，她说她觉得来教会很好，她觉得来教会里面她可以获得心里的平静跟安稳。她说这是她在外面找不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教会生活有没有让你的心能够平静安稳？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要像基督徒，而是我们要更像耶稣基督，活出耶稣的样式。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33节，一起念一下33节，一起念来。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立约的时候都会这样宣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但是这个新的约已经不是在石板上喽，新的约是在哪里？知道吗？他说什么？新的约是什么？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律法是只有在外面这本圣经吗？还是它已经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让你可以不是因为被要求的，不是因为牧师要求你说今天要读10章，每天读10章圣经，所以我每天读10章圣经。不是要求你每天要祷告1小时，所以我祷告1小时。不是的，不用别人逼迫你，不用别人强迫你，不用别人要你进度，而是什么？我好快乐，读经是一件快乐的事，我好快乐，跟上帝祷告是快乐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灵修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式？还是哇好痛苦，灵修是一件痛苦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修是快乐的，每天跟上帝亲密，那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悔改，在上帝面前重新与上帝立约。也许我们可能会有时候会讨厌上帝，牧师说这个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上帝应该要为我做些什么，上帝应该要帮我做些什么，或是上帝应该要能够要为我成就些什么。好像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怨恨上帝，就会抱怨上帝，然后就会觉得上帝祷告你也没有听，好像没有用。我们需要悔改，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上帝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都超过我们想象的。有时候我们以为对的事情，其实可能会带给我们负面的跟不好的。前几天在跟弟兄姐妹在讨论有关婚姻的部分的时候，我也特别提到这个事情。结婚是一个典礼，是一个仪式，但是结婚之后的生活就是要调试的，不是仪式了，它是要调试的。那个调试是什么？也许不一定你每一天看到的这个人他都是笑脸的，有时候他可能会有情绪，他可能会有生气，他可能会有很快乐的时候，但是你每天需要调整你的心情，不是都是一样的。包括我们跟上帝也是一样，上帝喜悦的，上帝不喜悦的，我们都要能够知道。所以重新的让我们悔改在上帝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喜悦的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3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4节，一起念来。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利米说到那个时候，他说那个日子的时候，我们不用再去跟人家教导说，你要认识上帝。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要认识，意思就是会自己读经了，会自己祷告了，不用再被别人要求，不用再被别人强迫了，要求说你要每天读几章圣经，要求你每天要祷告多久的时间，不用了，已经成为他的生活，灵性生活已经变成他的生活了，真实的生活。所以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说不用再去靠谁，他可以跟我连结的。各位知道以前在天主教的时代里面，如果各位要认罪悔改，都要神父去帮你告解，对不对？帮你做告解，然后这样好像才得到赦罪。现在不是的，当我知道我有罪了，我需要个人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要祷告，求主赦免我。所以不用再去让别人帮你做这个事情，是你可以认识上帝的。他们自小的到最大的都要认识我。好，各位知道这一张照片知道吗？这些人是谁知道吗？我们教会里面最年长的，对不对？都在这一区里面。好，这一些人知道是谁吗？
我们教会里最年轻的都在这里面啊。所以刚刚经文说什么？最大的到最小的都要认识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话多美好，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上帝要我们能够认识他，最大的、最小的，年纪最长的、最小的，都要这样认识上帝，不用再被要求了，是他们渴望来认识上帝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年我们要进入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里面，让我们除了研读圣经，你要认识圣经知识，你要了解圣经，同时你要活出圣经，要活出圣经的知识。所以跟大家先工商服务一下，今年我们的辉真传道会带大家上红本门徒，所以请弟兄姐妹赶快的来报名啊！如果你没有上过红本的，请弟兄姐妹们赶快来报名，让我们重新的把圣经能够多了解一遍。当你越多了解的时候，你就越知道怎么样来实作。好，所以福音不是辩论胜利哈，你跟人家谈福音不是只是要辩赢人家，不是的，而是你要传递那个爱。所以为什么要实作，活出真道？除了我领受上帝的话，我还要活出来。那个活出来的标准是什么？是爱的传递，不是严厉的，不是今天你做得到，哎呀，我可以一天读10章圣经，所以我要求你要读10章圣经。不是的，不是的，要求是对自己，不是对别人。我如果可以读10章圣经，感谢上帝，我可以读上帝的话。但是我当别人做不到那么多的时候，没关系的，我们加油，继续努力，我们往这个方向走。求主给我们有爱的传递，不是只有叫做辩论的胜利，不是只有要求别人，是要求自己，然后用爱来传递。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与圣洁的上帝立约，要追求圣洁。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应当圣洁。所以自洁是我们在今年应当要去追求的，圣洁是我们卫理会的基督徒应当要去最看重的。基督徒应当过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卫理会的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中心。所以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你的生活也应当活出圣洁的样式。圣洁不是叫你去不做别的什么不可以做的事情，而是要更进一步的去爱那些上帝所爱的，去做这些叫做人所期待跟喜悦的，不是去只有负面的说，好像去做，不要做违法的事而已。是我们应当活出有爱的生命，出基督，活出圣经里面的那个样式。第二个，与圣洁的上帝立约，要悔改跟谨守。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悔改是我们心思意念的改变，并且转向上帝。求主带领我们，不是只有心里面想要悔改，行动上让我们也悔改。当然我们不是一个够好的人，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不够好，但是上帝的恩典是够大的。求主帮助我们，他的恩典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超过我们所期待的。好，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在以弗所书里面，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不好，但是上帝的恩典还是临到我们的。箴言3章1节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遇到试探来临的时候，请记得我们要记得上帝的话，记得上帝的法则。我常常用这个约瑟的故事来形容，当他的老板娘要引诱他的时候，他说：“我岂可犯罪得罪我的上帝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常常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当你遇到试探难处的时候，请记得我们岂可犯罪得罪我的上帝？求主带领我们能够谨记着上帝的话。第三个，与圣洁的上帝立约，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好，所以我们是他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的工作，上帝在施工中正在塑造我们，我们是上帝施工中的工作。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光明的子女。虽然我们不见得光亮的那么多，也许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光，但是我们正在施工中，让我们渐渐的发光，能够来荣耀上帝。所以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行为不重要，当你领受圣经之后，领受上帝的话，让我们在真道上能够活出来。
好，最后要跟大家勉励的事情就是，失败不是终点，恩典让你重新开始啊。所以你可能会说，每一年都是这样啊，会失败了怎么办？没有关系的，失败不是终点，恩典才会让你重新开始。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重新开始，再出发。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刻，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来调整我们自己，让我们与你有美好的立约。这个立约让我们能够回到主我们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样的立约里面，使我们走在这道路上不偏离。也许我们有软弱，也许我们有困难，但是你的恩典仍然够大，仍然是大的，仍然是这样的引领我们，让我们知道，即使我们犯罪得罪你，你仍然接纳跟包容我们。让我们走在你正确的路上，并且走在你的这样的圣洁的路上，不偏离。愿你带领我们，给我们信心、勇气跟力量，能够行走在上帝话语中。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牧师，为我们做了证道。就不管是以前立约有没有失败，它不是终点。那上帝的恩典会让我们重新开始。也谢谢牧师。圣餐礼，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300首，以主合一第一段。弟兄姐妹身体许可的话，请起立。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因被乃主自己为我舍立，主亲受我这病，主亲自地责备，我吃喝这病杯，与主合一。请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弟兄姐妹，我们每个月的第1周都是圣餐礼拜，在我们卫理会里面，这是我们的传统。当然不是说只有第1周，在早期的教会里，每一次聚会都是要擘饼，都是要聚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在今年重新的再出发。也许有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太好，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跟上帝当中有一些的误解。刚刚提到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误会上帝的作为，求主帮助，因为牧师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可能常常会以为上帝的旨意是这样，结果又不一定是这样。我们需要常常寻求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求主帮助，有时候我们把自己看高了，以为自己会些什么，好像认为这个稀松平常，这个很容易上手的。其实有时候越容易上手的，越容易让我们失败，越容易让我们自以为是。求主让我们更学习谦卑。以色列人在立约的时候，每一年的立约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新年不是一个叫做快乐的开始，他们是先用悔改来做开始，直到过逾越节的时候，过这个叫做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有这个快乐的气氛。所以刚开始的一年的开始，他们都是先从悔改认罪开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学习从认罪开始，重新的再出发。但是我们要领受的是上帝赦罪的恩典，因为耶稣来了，给我们新的约，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新的立约。让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礼。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之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
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同来诵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请我们一同来起应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同来读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以被他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请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
牧师亲自说示范，我们都是很干净的手啊。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耶稣的身体为你舍，保守你十分的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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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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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请我们就到台前来领受圣餐。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归入主父子圣灵的名下，让我们就凭着信心，大胆的来到台前来领受。无论我们是哪一个族群、哪一个教会，或者是我们从哪一个地方来，我们都有权柄可以领受这个圣餐。我们在基督里是一起的，是一体的。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透过圣餐也能够成为一体。如果你是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是你这个已经信了，但是还没有受洗的，那请你在座位上等候。我们用手放在我们的心上，用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在灵里面来领受这个圣餐。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4楼的同工也可以下来，4楼的弟兄姐妹也可以下来，我们一起在我们的圣台前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当我们领受完回到你的座位上的时候，让我们在那里，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上来祷告，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重新与上帝有立约，重新与上帝立这个新的约，不是外在的，不是那个石板的，而是在心上的，是在我们里面的。求主让我们能够与他立新的约。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恭敬到主的面前，谦卑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的一个态度，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恭敬的寻求上帝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来就近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上帝的心意。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愿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来领受这个饼杯。这个饼杯代表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一体的。也许你还没有受洗，但是你已经信耶稣了，让我们就在灵里面来领受。用你的右手放在心上，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在那里我们来领受这个饼杯。在心里面我们来领受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重新回到位置上面之后，我们就跟上帝有新的立约。圣餐也是一个立约，让我们重新的来与主有美好的立约。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重新的与上帝有美好的立约。
不是靠我们的义，而是靠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咱若台语，当个兄弟姊妹，咱若是有领了后，咱坐转来咱的座位，咱也甲上帝有水的这个立约，上帝甲咱有三甲立约的时间，上帝甲咱三甲同在，互咱所行所做会当合入上帝的心意，由上帝来带领。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还有要没退掉的无？还有没有还没拿到的弟兄姐妹？来，请，好，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好，我们圣餐礼到这里。我们现在要以诗歌来回应上主的爱。我们继续来唱《心灵的诗选》300首的第2段。弟兄姐妹，如果身体许可，请起立。我一触痛定时，不再受罪辖制，像罪我难一时，却想主活。我一触痛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我主耶稣自己，荣耀主名。弟兄姐妹，请坐。现在我们要来说基督徒的奉献。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你还不清楚奉献的意义，就请你先保留你的钱，你的金钱，让奉献袋从你面前经过。我们用感恩的心一起来祷告，请视线同工。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要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甘心乐意献上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的事工及宣扬福音，荣耀你的圣尊名，让众人得益处，复兴教会。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
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来唱《向主献称歌》。今天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或新朋友？没有哦。好，啊有，你有没有登记？有没有写名字？哦，好，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还是欢迎你。哦。香龙是不是？哦，欢迎你，另外还有哪一位？没有，香龙哈。好，欢迎你哈，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我们也要一起来欢迎他们，为他们祷告哈，为他来祷告，求主引领。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有享受主那一家的那个感觉哈。也许等一下我们可以好好叙旧哈。现在由4位来报告教会的消息哈，因为时间有限，我大概就比较重要的来讲就好哈。我们今天有新朋友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哈，谢谢。那本周是我们第一个主日，也是卫理公会的立约还有圣餐日。那也祝福弟兄姐妹2026新年蒙恩，
第3个就是下周主日不要忘记我们恢复台语堂8点半，华语堂还是10点接着第4个就是提醒一下我们会友2026年的新业历，如果还没有领取的，请向办公室来索取。然后第5项就我们列过第6项，教会在1月11号会颁发，就是下个礼拜主日会颁发2025读经的鼓励奖请有完成读经进度的弟兄姐妹将2025读经的进度和证明交给办公室。然后第7项我们列过，就第8项，2026年教会年历是马太年。那我们教会的年度目标是研读圣经，活出真道。我们也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勤读圣经，实践主耶稣的教导。第9就是教会刚刚那个牧师有提过，就是我们准备要开设红本门徒课程欢迎向办公室或是潘传道报名然后工商服务一下，为我们总会卫理神学院新学期将会推广教育课程，自我认识在基督里的自我形象也开始报名了接着是有肢体方面的就是我们还是为我们一些年长者或者是比较身体体弱的，有肢体有一些病痛的，我们来为他们身心灵健康来带到。另外有一个补充说明，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开始，我们的奉献袋已经换成2026年。那2025年的奉献明细有放在这个奉献袋里面。那要请各位你的奉献2025的奉献明细看有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的话，在2月底赶快跟办公室来反映然后如果你正确，你那个奉献那个2025的明细，你就自己收起来。那等到你已经更改了或者正确了，2月份以后，那个总会会发正式的凭证给我们去报税之类的好，以上牧师有没有没有OK。好，那接着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身体许可，再请起立，我们来唱3一颂。请牧师为大家祝福。今天是我们2026年的第1周主带领，让我们如果你还没有谈过话、没有认识到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透过今天我们彼此认识，然后互相问安，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彼此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在我们的当中，彼此祝福。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将新的一年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开始，把最美好的时刻献给你。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领受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并且能够在这一年当中为你做更好的见证。愿你施恩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的家庭、工作、生活中无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颂。阿门。
在田野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及教会事工代祷。有病痛或者是忧伤的弟兄姐妹，也欢迎到前面来，牧师要为你祷告。等一下会后我们会拍合照，所以等一下请留步。